各位網友，大家好。較早前東張西望就踢爆咗而家新型嘅撞車碰瓷黨，咁而呢就係呢一班嶄新嘅撞車碰瓷黨嘅團伙呢，部分已經係呢被警方拘捕啦，但係個主腦呢，似乎而家呢都仲係逍遙法外嘅。當然啦，大家都明白到個主腦呢就係好熟悉香港嘅法律，咁所以呢，佢係能夠迴避到好多嗰啲係法律嘅灰色地帶啊，同埋呢識走法律罅啦。所以呢，去到今日為止，似乎暫時警方都係奈佢唔何嘅。但係呢，呢一個汽車碰瓷黨嘅首腦，似乎呢而家嚟講都仲係呢就係負隅頑抗喎。不但呢係唔驚懼於好多啲受害者，而家一路呢係陸續曝光舉報佢，甚至呢佢較早前就更加係呢自己拍條片，為自己呢去辯白。跟住呢，佢亦都係呢喺較早前因為警方就去到旺角佢哋嘅律師樓入邊，就檢走咗大量嘅文件。跟住呢呢一對團伙嘅首腦，即係打格仔律師啦，就喺2月16號就立即呢係入稟高等法院，係提出司法覆核。佢就認為呢係當日嚟講，警方所檢走嘅68份嗰啲文件夾之中，其中66份就係有呢客戶嘅指示、法律嘅意見、法庭文件等等。呢啲咁嘅即係話文件呢係受到法律專業保密特權嘅保護嘅。如果冇法庭嘅命令，又或者呢警方再冇特別嘅證據呢，咁佢哋呢就認為呢啲文件就唔應該被檢視或者披露出嚟。大家呢就可以睇到啦。喺而家目前嘅形勢之下呢，似乎有關團伙嘅首腦都仲係信心十足，佢都相信佢自己呢係受到法律嘅保護。佢過去呢咁多宗案件都係呢跟足法律去做嘢嘅，佢本身嚟講就覺得佢自己喺成件事入邊係應該屬於清白嘅。所以呢，佢係夠膽作出種種嘅唔同嘅舉動，去呢挑戰警方，係挑戰呢輿論。咁講真啦，而家警方所檢走嗰啲文件入邊，係咪真係受到特權嘅保護而唔能夠去檢視呢？同埋而家呢個打格仔律師佢所做嘅嘢，似乎呢係挑戰緊警方，挑戰緊我哋呢係新上場嘅一哥。事件而家受到警方嘅高度關注啦，甚至保安局局長都曾經講過嘅，亦都係咧針對事件，就話呢係要將呢一班不法之徒繩之於法。究竟呢一個打格仔律師，佢可唔可以利用啲法律去戰勝警方呢？而家我哋呢就係可以話拭目以待啦。不過呢到目前為止，我相信警方都未有對呢個集團嘅首腦採取任何行動。最主要頭先講咗啦，第一，佢係熟悉法律嘅，佢過去所做嘅好多嘢都係呢迴避緊法律好多灰色嘅地帶或者呢係走緊法律罅。第二呢，我亦都相信佢哋呢一種手法，呢一種嶄新嘅汽車碰瓷黨嘅手法，佢哋係經過深思熟慮，同埋呢每一個步驟呢都係經過詳細嘅部署，所以呢暫時嚟講，警方都係揾唔到佢任何嘅破綻。不過呢，我好相信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琴日嚟講呢，東張西望突然間呢又爆料喎。奇怪呢，就東張西望對呢件事呢，真係可以話呢係鍥而不捨，一路呢就係窮追猛打嘅。琴日呢，東張又訪問咗一名係曾經試過呢就有輕微車禍，但係呢個車主並冇受傷嘅人士。佢就向東張披露，佢就話呢，當車禍發生之後，原來呢一個打格仔律師行入邊呢就有職員就聯絡佢。同佢講，只要呢跟住佢哋嗰個係步驟去做呢，呢一宗車禍可以令到呢一名並冇受傷嘅車主最少獲得10萬8萬嘅賠償。跟住呢，呢一名並冇受傷嘅車主就爆料啦，就爆出呢
呢名律師行入邊嘅職員，就教佢咧點樣按住佢哋安排嘅程序，咁就可以咧輕易獲到咧係10萬蚊嘅賠償。咁而其中咧甚至佢成個即係殺常嘅流程咧都編寫晒出嚟嘅，真係咧就好似一本教科書咁樣，咁就教呢名事主應該點做，點睇醫生，點攞告假紙，然之後咧就可以咧點樣去繼續返工，都仲係咧係可以當係自己係病咗，係受到重傷。咁甚至咧嗰間律師行咁嗰啲職員亦都講咗噶啦，咁叫呢一名事主就唔需要俾任何嘅報酬佢哋嘅，1蚊都唔收。原因就係話如果收咗咧，就有機會咧就成為包攬訴訟。咁由此可以見到咧，呢一間律師行咧真係咧精心策劃，根本佢哋咧就係部署得係相當之周詳去做呢一方面嘅嘢嘅。好啦，咁東張爆咗呢單料之後，你估計成件事會唔會出現峰回路轉嘅變化呢？咁我就覺得係好大可能嘅。因為咧而家嚟講，警方就係冇辦法將呢一個集團呢一個汽車碰瓷黨嘅集團首腦繩之於法，原因就係一切咧都係跟足晒啲法律去做，法律咧就奈佢唔何。但係咧，如果有人頂正佢係教唆的話咧，咁我相信到時嚟講佢真係百詞莫辯啦。所以咧我就覺得呢一名曾經被呢間律師行教唆去騙取呢啲咁嘅賠償呢一位車主咧，就應該咧除咗向東張報料之外，更加要咧主動去警方嗰度投案。當然啦，就算你投案，你都要有證據。如果唔係，又係口同鼻拗。但係我相信，如果佢肯投案的話，咁假如仲有其他嗰啲並冇受傷而呢，就係有人教唆去假扮受傷嘅人士，都陸續去警方投案。只要呢有人頂正呢一班人嘅所作所為，咁咧就極有可能係為呢一種係嶄新嘅騙案打開一個缺口，就可以咧將呢一個非法嘅集團嘅主腦咧繩之於法噶啦。咁我就好相信今次警方破案嘅關鍵就在於有冇人出嚟咧舉報佢哋教唆。如果有咧，咁我就相信呢一位打格仔律師，就算口才點樣好都好啦，咁應該咧都係插翼難飛噶啦。多謝各位。